咱家己的心。唱啊！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接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算效你的慈爱。咱来吟圣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会众请起立。我来亲近耶稣，因为是大好，心内
叫世界亲像我甘你，我乃亲近耶稣，因为靠我救，无论春天来，我拢得与丰收。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耶和又叫世界亲像我甘你，耶稣做我朋友，为个人做我。我关心别人相帮赞生活，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因我了叫世界亲像我甘你。这样子，请坐，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好，请徛伫，是的，两位。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贤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定是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地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是广东的教会，圣道的上头，做的下面肉体个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用，今仔启用是1107页，60篇。我来启恁的印。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上的语言。若无恁来，我就亲像虫落咧蛋，喇叭咧响。我若会晓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恁来，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予火烧。若无恁来，对我拢无利益。恁爱是宽容，恁爱是慈悲，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这些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事拢放煞。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咱一声。安尼信，毋望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
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做伙祈祷，带你激光、激丰盛、激美丽无通比，充满荣耀慈悲阿爸爸。阮三位一体伊的主啊，我们用感谢的心，多谢你用话语来指示阮、宽免阮，无论用看还是用听你的话，你阁愈意爱阮去遵行、遵守，用一生来学习。伫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只以守信心所相事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受掉，望也是一个。感谢主上帝，相似智慧启示，借着信心。也互阮为着家己的过失，常常悔改认罪，伫你的面前，求主帮助阮，凡事来倚靠你，凡事祈祷，凡事感谢，常常喜乐，充满着望。主，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我嘛要连结伫葡萄树的顶面，愿主来修剪阮的生命，互阮结果子一侪。伫即个信参主日当中，阮要甲主坐道，愿信心甲阮讲话来扶持阮的软弱。阮的祈祷若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即事来受奉献。上帝赐予人好业，也无掺油文伫内面。感谢主赏赐阮得火柴的能力，也互阮得到主恩满满，互阮有30倍、60倍，伫教会还是伫阮厝。感谢老主听阮的心永远无煞，互阮兄弟姊妹常常来为主做见证，甲荣耀归予主耶稣。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消息报告：本会消息伫10月29号到30号举行2022年第5届的圣餐礼拜，欢迎全体陪餐会员共收圣餐动物主恩。第2项小会公告：欢迎毕加纳廖燕琪姊妹诚做成人会籍，要伫高雄中会繁中教会转入本会，愿主赐福。第3，本会要伫70周年职堂宣教事工来义卖
批大甲皮包，每一件是500块，欢迎兄弟到办公室来购买。第四，下周主日11月初6，为着思亲儿协会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第五，下周的主日11月初6，下昼的3点半要召开11月份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律师来参加。第六，本会定于11月27号，为着2022年感恩节主日举办为救恩感恩有为着救人关怀活动，时间是下早9点到下昼5点，地点要伫教会副堂的头前，请观会者带着身份证前往排队观会。观会者会使得到1份的礼物。观会时，阮有需要几名伊的志工，请往小组长还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本会迄一天要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来为主做见证来分享11月13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并交见证稿。具体消息，相助会要定于11月19号上午9点半召开会员大会，9点开始报道，地点为敬拜中心，请会员于11月13日大家组长、逐组的组长来报名参加，以便备帮便当。第二，上事，本会林瑞如姊妹20月25日，文主文调。安息主怀要定于11月初5，拜六下早6点半，要伫大社殡仪馆举行纳棺礼拜。随后是要伫林武的火葬场来举行火化礼拜。下早10点的伫教会副堂举行个别式的礼拜。了后要伫安葬基督教的橄榄园，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告解的消息，咱请陈牧师。信望爱基金会伫11月15到18，就是拜2到拜5举办迄个大过通镜日子，即个特会，地点伫台北和平篮球馆，费用900块，这包括讲义甲教材包括到时暗时的寝室，因为若有要登记大15号到17号3暗大一个人是2400块请咱会当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是甲咱教会迄个嘉宾长老来报名第二，世界真有名的即个美国纽约大都会儿童事工的创办人 Bill Wilson 牧师，伊伫11月19下晡2点到4点，带团队来咱教会，才要主领万国年鱼米以上的特会。敬请咱各位中级小组长、信徒兄弟姊妹，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以上。咱今仔要读的圣经在哩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12节。约翰一书4章7到12节，我来读。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然听的是对上帝生的，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差伊的独生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上帝听对即个显明伫遮，咱是捌听上帝。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祭，听就是伫即个所听的兄弟啊，上帝若听咱甲安尼，叫咱也相听，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咱若相听，就上帝点伫咱，也伊的听完全伫咱。感谢上帝赐予咱伊的话语。请少年圣光队。
感谢上帝圣光对，互咱用着真水美妙的诗歌来学到上帝。咱今仔要讲到是领受主的疼，分享主的爱。咱请陈牧师。感谢大家平安。伫牧师要讲道进前要介绍今日的来宾迄个是咱水仙姐带领伊的好朋友尤叶娥姐妹，还有谢以琳姐妹，还有谢莹玲。OK 欢迎您参加以上教会礼拜一遍欢迎，永远欢迎来，咱来看今日上帝话虽然所传达的约翰一书4章7节到12节牧师用这个题目就是咱领受主的疼，互咱也会当分享主的疼，所以咱应该着爱彼此相疼，因为上帝就是疼。牧师伫1987到1988有去美国芝加哥读册，伫要毕业的时，学校为着这国际学生举办一个文化节真侪无共款国家，菲律宾啦、韩国啦、为拉丁美洲啦、墨西哥啦，真侪所在来，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文书材料伫遐表演我嘛要用啥物到尾我就想讲我会晓写毛笔字，所以就写一寡咱即个书法，会当伫遐展览伫迄场所大家感觉真有迄个无共款的气氛我中间有写一笔叫做“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疼。哇！这我家己写了嘛，感觉真喜欢结果一个韩国的博士班学生伊就真喜欢，韩国人看这个因这书法，韩国、日本甲台湾中国这拢是对书法拢有趣味所以伊就甲我讨这笔想袂到阮这个学校的主这组的组长美国人，伊有哪有介意？有介意，无法度，所以后来我就去写一笔送伊。听讲伊拢吊伫伊的迄个办公室的迄个墙因为后来台湾过去遐读册拢会去拄着即个主席所长其实我相信，毋是干那讲因为即个字会吸引人，应该是上帝听，吸引伊的心嘛。咱人拢需要上帝听所以上帝就是听。即个话就是一个真大对人讲话一个信息所以今日咱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听是对上帝来，听是对上帝来。亲爱的兄弟当然是包括姊妹，咱应该彼此相听。这是主要所的命令咱咧用新的界面，就是咱得爱彼此相听，听对上帝来。有听心的人就是对上帝生，佮捌上帝当然相反，若无听心的，伊就毋捌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听。这就是咱基督教信仰明白的上界主要的核心叫做听叫做听。上帝赐伊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听咱世间众人透过伊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为着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毋过伊死担咱的罪，互咱当出死入活。所以上帝听咱的心，就安尼表现出来，显明表现出来感谢上帝咱每一个人就是领受上帝对咱的疼，互咱内面有疼这个上帝疼安怎来显明，安怎表现呢？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安尼讲，伊讲，因为
咱还个软正，基督就照死吼，为着咱这有罪人来死，为着义人来死是真少，为着好人来死，检才有人讲。独独基督伫咱还个做罪人的时，为着咱来死，上帝听就安尼显明出来。上帝听就是安尼表现，吼。这段圣经吼，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这段，这就是基督教的认识论啦。咱若要明白基督信仰，就是透过这段圣经，这就是上帝听。吼，咱内面原来是无听，啊，毋过当上帝会听进入咱内面，咱就有听。那像这个月亮是未发光，但是去互这个日头的光甲照着，啊，伊就有发出光共款。咱咧看到月亮哦，月亮暗时啊，那伫迄个15暝的时候，哦，非常的光吼。啊，迄是因为太阳的光的关系吼。所以听是对上帝啦，毋是咱家己有听吼。因为上帝就是听，听就是上帝的属性，听就是上帝的属性，听是上帝甲人中间吼啊，迄个建立关系一个桥梁吼。照人的罪人要满足上帝都无可能吼，是上帝听，大声听咱，找伊的囝啊，食做满会节，互咱会当来领受这个听，领受这个救赎。所以这就是上帝听，上帝听，上帝听是啥物？咱若咧讲听吼，听即字啊，若伫外口吼，一般咧定义吼800种吼，我捌查过字典，大概至少吼讲法有够侪种吼，啊是讲大家要去解释听吼，啊是有足侪人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咧定义听，比如讲。有人讲爱情是世界上吼为自私的代志吼，这无法通甲人共享吼。哦，这是讲了一点点啊。讲基督徒啊，袂当有爱情，因为基督徒爱听正人，啊，这是歪错的吼。吼，咱听正人，咱嘛是会使有爱情吼。讲听有偌深哦，迄个分着偌深，看那是对吼，啊，但是这个定义也是无足好。听有偌大，下面偌大，这圣经有写。逐个人咧定义听嘛，常常咧讲听啊，就是人需要听，所以咱今日感谢上帝要甲主坐道的时，咱就是要领受伊的听啊。伫1950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个罗素吼，伊写伊的传记的人是叫做艾伦伍德，啊，伊咧写这个罗素吼。是安怎？伊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什么来活？伊讲有3种真强烈的情感热情咧支配伊啊。头前就是对爱情的渴慕，第二就是对这个知识的追求，第三就是对人类这个苦难的这个同情。伊咧讲爱情描写了真趣味，伊讲因为爱情哦，互伊带来感觉。足欢喜，迄个欢喜是，甚至为着迄个谈着迄个爱情的滋味的欢喜吼，啊，几点钟的欢喜，伊甘愿牺牲一切。哦，伊这对爱情真强烈吼。第二就是讲，爱情会当互人吼解除迄个束缚，因为人就是孤单，就是束缚，哈。即种的束缚，你若无家己去拄着人，你袂知讲哇，即个束缚有时互人。到伫一个感觉吼，那较像吼，伫世界边缘，改成无人看到，改成伫一个冷酷无情的深渊共款，伊足惊即款代志，所以吼，伊足较无爱情。最后一个原因讲伫即个听的结合中间，伊看到不管古今圣贤诗人所咧梦想的天堂吼，迄个缩影，意思就是伫即个爱情内面吼。啊，伊咧追求即款的人生的境界，吼，啊，讲的是
一个真浪漫的人吼，浪漫。但是伊确实伫爱情伊领受真侪欢喜吼。伊讲伊共款捌用即款的热情咧追求知识要了解人的心灵是安怎即个星的发光啦，是安怎即个毕达哥拉斯发生的即个数学原理有迄种的规律这方面当然伊有成就。即个罗素伊是一个数学家，伊捌数学，伊是一个哲学家，伊是一个文学家，伊嘛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伊得到即个诺贝尔奖文学奖。伫爱情甲知识，实际上一生伊真有成就。毋过，伊讲现实的世界，甲诱来即个痛苦的深渊伊看到足侪夭折的囡仔，看到受折磨的，或者受压迫的牺牲品看到真侪孤苦无依的老大人伊就种的。这是全球性，世界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人哪来哪发展人的生活哪来哪好过，毋过人的生活痛苦是哪加添全球性的孤单、丧凶、痛苦，因的存在对人类生活的理想，这就是一个讽刺。所以伊就是望伊要用人道主义这个规律，要真点规律，看会当这改变无？但是到尾伊讲，伊实在是失败伊感觉足艰苦，伊感觉人生那个苦海，即那个扑教的思想安尼人生敢值得活伫爱情甲知识，伊有得到，但是事实上，若无得到上帝听，若无得到上帝听，伊会伫现实的世界伫即个看到现实的世界，侪孤单的灵魂，无法通解决人类所有一切艰苦的问题，伊会感觉真艰苦。伊讲我敢值得活，无论过活几届，苦嘛是伊的命运苦就是伊的命运。兄弟姊妹，若无伫上帝的听内面，人无法通解除即款的艰苦，无法通解除即款的艰苦。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伊爱咱明白上帝的听，明白上帝的听。这个罗素敢若是对人类的苦难发出一种的同情，但这款的同情，这款的催逼力靠着人挡袂久你袂堪要挫折，袂堪要艰苦，袂堪要折磨，你就绝望。但是人上需要的就是上帝听，这个听互咱有迄个继续活落去持续的快乐所以咱若读这个希腊字咧讲这个听咱就足清楚，分解足清楚，到底咱需要什么款的听？这个希腊字至少有5字咧讲听头一字叫做 epithemia 这个 epithemia 这个就一种的贪恋的听，情欲的听，咱肉体欲望的听，这就是男女的爱情男女的结合这个性的听，这种的听，当然这就是伫夫妇的听中间的重要一部分，重要一部分。人就是有这款的欲望，这款的听。第二叫做 eros， 有人甲翻译讲 eros，eros 就是讲，这是足浪漫足多情的听那这个罗素讲这个多情种子，伊这就是一生就充满这款的听一生享受伫这爱情的美好中间当然是这是一种情感的听。第三叫做 storge， 这就是讲咧形容伫咱的家庭内面，父母、囝儿、兄弟姊妹中间这个亲情的听。至少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个亲情的听，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第四种的听叫做费利奥，有人甲翻译叫做讲惠利惠利就是讲这爱真出力咯这种听咱爱珍惜值得咱珍惜听，即人甲人中间，咱会当分担苦难，分享欢喜同舟共济，咱会当
分担会当分享，会当彼此相顾中，即个友情的疼，友情的疼。所以讲，你若有即个 eros， 你即种的情感的疼，互人诚做迄个恋人吼，恋爱人。但是即个配了哦，会互咱会诚做足亲密的朋友，诚做足亲密的朋友。这是无共款的，这个疼是分类是无共款。上落的一种叫做阿加佩，阿加佩哦，有人个翻译叫做爱加倍哦。咱各用吼，才有一个爱加倍灵粮堂吼，他咧强调这阿加佩吼。这个爱加倍的疼，这个是上帝的疼，吼，上帝的疼，神圣的疼，无私的疼啊，无条件啊，无顾一切的疼。咱来当甲这个疼连接啊，就是头前迄个讲吼epithemia 吼，还是这个 eros storge 肥了，这四种的疼拢无去啊。我也无这种的情欲的疼，我也无情感的疼，我也无亲情的疼，我也无朋友的疼，就是这四种的疼拢无去的时阵吼，这个疼伫你的身躯顶也阁会当继续发光。吼，就是讲，不管无这个人，吼，无这个人啊，你的疼嘛共款，那甲像上帝疼世间人，疼有罪人的即款的疼嘛，阁会当流露，因为这个疼永远袂无去，疼永远袂无去。有一个真出名的即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C.S. Lewis 吼，伊8年会员来咧披露吼。伫伊作品内咧讲即个阿加贝疼，即个阿加贝疼，毋是自然的疼，这是真正对上帝来疼。原来咱内面无啥有即个疼，是因为上帝的疼入咱内面才有即个疼。伊甲自然的疼比做讲，那甲一个自生自灭吼，即个花园都无人咧照顾，有一天就是会芳去，吼，会灭无去，吼。因为对咱的始祖阿当夏娃犯罪以来，人就是因为罪，人就开始有自私自利人就人甲心中无上帝，要做啥物就敢做吼。这是袂当表面的结果，当然，迄个人罪结局就是死啦，你刚大家就死。但是即个阿加贝疼，伊甲比评讲，咱甲像一个真安尼。迄个基基足好的即个园丁，伊会当来照顾即个花园，吼，伊那个像一个迄个咱咧花园内面吼，咧白即个草啊的物件，是即个乌桑土的地头，咱像咧加即个即个花的即个迄个加刀，搁咱像肥料，那个像迄个除草机。甲即个花园整理甲非常的水，即个上帝听，即个当互即个花园吼保持水。安尼表示讲，即5种听伫咱的生命内底拢爱存在甲会水。各位，你若无上帝的听吼，你若敢若只有情欲的听，只有情感的听，只有亲情的听，只有友情的听，安尼吼有一天会芳呢。这有一天会无去，会变坏。所以，伊讲上帝伫咱本性的这个花园内面，甲咱栽种这个阿加佩的这个爱苗，吼，那个栽啊共款吼，互伊会当开花结籽，吼，伊会促动咱，着爱认真去甲伊照顾，甲伊看守，甲伊管理。因为人吼受造就是那甲一个遐爱电网内面的园丁共款。这个意志，互咱要去甲这个花园弄好水的，这就是阿加贝疼。若无阿加贝疼吼，人有时会无咱爱情无伊就拢搞搞啊，朋友无伊就拢吼，敢若一只饲的迄个宠物狗啊，倒转去吼，就听讲吼，可能吼袂食袂困足久啊，这个人会乱络。所以咱就是需要这个疼。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这道。就是因为这个疼，互咱搁甲伊结连。上帝的疼有上帝的画面互咱会当搁较亲的认捌上帝。这三个是会使讲完全关联的。
你愈做即个阿加贝疼，你的生命就愈来愈成长。吼，你明白上帝会哪来哪深，你的生命哪来哪成长，你就哪有上帝疼伫你的内面，你的无数的疼哪济，你就会愈明白上帝。你愈明白上帝，你的迄个疼就愈会当流露出来。你的生命就是会当愈成熟。头拄仔咧讲的迄句就是安尼啦。有听什么，伊就有听，伊就明白上帝，因为伊是上帝就是听。无听什么就毋明白上帝，因为伫伊内面都无听。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诚说基督徒上重要就是咱有领受上帝的听。即种的听，互咱的生命无共款。使徒保罗伊就是伫大马色的路上去拄着主耶稣，伊经历上帝即款的听。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来显明即个听为着世间人愿意放杀伊的生命的听，互咱会当得到我的即款的听，来激励伊，来催逼伊。所以伊甘愿为着主来活来死，就是讲为着即个福音，为着主的缘故，受苦受辱甚至牺牲生命，伊也拢愿意。看即个听的快乐有偌大所以保罗才会当甲即个听讲遐完整遐尼彻底听是迄个即个永远吞润，阁有温存。听是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无只爱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润，忍耐永远袂无去。保罗咧讲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这差不多伫全世界所有的一切作品内面，甲听解释甲上完整、上深入，无人会当取代的一篇这就是保罗伊对即个听也有一个深的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即个听毋但激励保罗嘛，激励历代的圣徒互因会当愿意诚做听的管道，愿意将上帝的听来分享出去。去到中国的戴德生，是来咱台湾的马街巴克勒是李修牧师即个南大庇牧师，即拢是共款。因就是互即个听充满，互即个听引带，因愿意互即个听来激励因，就受切见到伫上帝爱因去的所在。兄弟姊妹，咱会使去甲主坐道，其实就是因为咱有领受主的听，咱搁一遍甲伊结连。伫即个世代有足侪人需要即个听，需要即个听。即个世代人共款，因为做捆绑压制足侪人漂流失丧，因需要上帝听。足侪人活伫罪中捆绑压制，因无法通得到头放，伫遐吐气。因需要来领受即个听。捌有一个国中体育老师也来去读新人院。有一帮即个伫教牧协谈的即个课程中间，迄老师就叫学生讲：你来画你即摆的心境，画你的心境。其实咱只叫你画一个图来表现你家己的心境到底画出来，大家拢无共款。伊画的是画一支拐拐杖，拐老师就甲问我问讲：你感觉真孤单吗？伊甲回答讲是，因为我的爸母较早过身，所以我着爱大兄来咧代替老爸共款，所以伊活得真孤单，真艰苦，从来都无感受到上帝的听。要听人嘛，听甲足艰苦。有时看人贫单，伊嘛挡袂牢。这个人因为伊无老爸会听，佫无上帝会听。所以这个老师当然为祈祷奉主的名，将伊即款的孤单艰苦的情绪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耶稣进入伊即个孤单惊吓艰苦，因为拢无爸爸妈妈当拢伊爱做主，当拢伊爱决定，当拢伊爱面对，当拢伊爱承担。
这个大头，所以上帝听开始摸着伊的心，伊开始伫迄个所在流目屎，伊开始得着头棒，后来豆豆得着医治，为这个孤单痛苦的这个落网中间头棒出来，所以伊改变一个人，后来伊就做主的工，互主使用，甲人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伊因为上帝听，互伊的生命带来恢复，带来医好。捌有一个少年人，伊细汉的时阵伊的爸母当然真辛苦，甲饲大汉。到大学的时，伊老爸过身去，伊就出社会去工作。原来是一帆风顺，一生就想讲，伊要会当成功，会当成功。毋过面对现实的生活，有时感觉真孤单，有时对这工作欠缺热情。所以有一帮这个人咧裁员的中间，伊就失业，互伊陷到伫痛苦的深渊。甲在伊个会当祈求人的帮助，教会牧师谈，牧师就为伊祈祷，为伊祈祷，求上帝会听，充满伫伊的身躯顶，求圣神的光来光照伊，互伊知影讲，伊伫过去的这个家庭中间。伊可能有受伤，伊细汉互骂的时拢毋敢应喙，互骂咧到底拢毋敢讲话，所以迄个头前拢一片的黑暗。最近感觉也袂当应话，袂当讲，所以只有去甲即个咧耍的物件讲，但物件拢是去遐讲。即个讲的话内面当然就是足侪负面的话语，足侪有刺的话语，所以。伊一生的工作，就是面对这款的困难。但是当上帝听充满伊，上帝听充满伊，伊对这款的负面的情绪中间得到头棒，后来得到医好，后来伊就会当恢复做上帝的囝儿，伊会当做老母的囝儿，伊也毋免讲，因为过去拢考虑想讲哇，妈妈足辛苦，所以人拢是软的，但是起码伊毋免讲我一定着爱。偌成功，才会当来肯定我家己。我知影上帝听我敢会当照上帝互我的恩赐来好来过上帝爱我过的生活。所以伊开始伫伊的生命内底有上帝的听，有平安，有喜乐。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来信主，拢是因为咱有较无得到上帝的听。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捌经过。不管是丧凶，是夭折，是孤单，是艰苦，是到底是甚物？千万种。但是咱所有的亲人朋友，咱厝边隔壁足侪人，其实甲咱共款。无论伊是学问足悬，家还是伊足好野善，大家拢需要上帝听，大家拢需要上帝听。兄弟姊妹，咱今日甲主题就求主会听，搁一遍充满咱。互咱会当领受这个听，互咱也会当诚做听的使者，将这个听分享给人，互真侪受伤的人因为上帝听来得到医好，互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为上帝听，那像光共款，光入来，这个黑暗会消散。愿上帝听充满伫咱，互咱诚做听的使者，伫咱的家庭，伫咱所教的所在，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今早起，阮要甲主你坐道。主啊，阮需要你的听。主啊，因为你就是听。阮的生命内面，原来阮无听，但是你找你的囝来听阮，来为着阮有罪人甘愿死伫十字架顶，来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来恢复阮甲你的关系，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听，互阮会当诚做一个有你的听充满人。主啊，就是情欲的听无去，情感的听无去，这个亲情的听去无去，朋友的听无去，但是你的听永远袂无去。主啊，阮领受这个听，踮伫你的听内面，阮来享受这个听，也会当分享这个听。会早起甲你坐道的时，愿你的听充满伫阮。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要来甲主坐道，咱来吟355首。愿达主持甲主坐道，专心来听你的话，张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一甲圣经信仰故事。因我心爱做梦幻，甲我同过一生烟霞，听的胜利大伟大，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千愿出去应听服务，冲去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使阮听信，学你写面无怨叹，我愿看见主你形象，你的世界，主必相信，掌管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听你胜利热情欢喜，收看轻气世双向。这道叫我无过困乏，破坏人类的和平。当阮家己天山行动，欢喜乐乐永无停。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收，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所互人卖迄暝有提饼来祝谢，所以咱照伊成的模样，大声来感谢爸上帝。所以说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衬，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是着今日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我就是亡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吹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当然，记了这个饼，咱就
伫主的面前祈祷，求主耶稣的听，搁一遍充满我。这是活命饼。当咱会当明白上帝，伊就是听。咱领受这个听，互咱的生命若活搁有丰盛，若活搁有丰盛。这个听是袂当比拼的，这个毋是对咱原来本性有的，是对上帝听所享受的，包括咱一切情欲的听、情感的听、亲情的听、友情的听，这是无比的听。这个听是永远袂无去。咱也已经领洗礼入教会，咱拢会当，不管咱伫什么教会，咱会当来领受这个饼甲杯，吼，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恩典。兄弟姊妹，咱会当这个塑胶袋摕起吼，摕出这个饼。兄弟姊妹，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来拍破的。咱食的时，着今日来纪念伊，三角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旁杯。这咱也已经领洗礼入教会，咱拢通举这个杯来恭守主的圣餐。搁一遍甲主立约，咱就是伊永远的约的护士，咱会当领受伊永远的听。主耶稣对规远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既然劳苦着无担当担，着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心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缀我学，恁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轻的，我的担是快的。望咱所有的劳苦担当。无一定是肉体上的，是情绪上的，是情感上的，是心灵上的。咱将这劳苦担当，特别是对罪担当来，拢写互主。现在咱将这个了后痛出来所在哈，有那个该裂开哈，这有较暗哈，但是手提好势哈。
你若了袂开，叫边仔人甲你斗协助吼。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你。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角伫地。咱三角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当常常点伫你的疼内面，若领受你的疼，会当分享你的疼，诚做疼的使者，诚做疼的管道，会当带你的疼，互这需要疼人。主啊，阮也恳求你，互阮会当彼此相疼，互阮会当常常伫你的疼痛内面。阮会当有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对打以后，伫阮的生活中间，日日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要来迄个圣餐的奉献吼。现在咱有圣餐的奉献炉啊，咱会当来使用这个圣餐的奉献炉来奉献。感谢上帝的恩典疼痛，互咱会当来甲听咱的主三甲这道，伊会听搁一遍来吸引咱，来激励咱，互咱欢喜，互这个疼充满咱的一生，互咱诚做疼的使者，将这个疼来分享出去。兄弟姊妹，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做圣餐的奉献的感谢。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世间人的听，显明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为着阮这有罪人受一尽的艰苦，佮钉伫十字架顶死，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这就是上帝你的听。阮也佮软正，阮也佮软弱。阮也搁甲你做对敌的时，你就疼阮。这个疼是无比的疼，这个疼赢过世间一切疼。主啊，互这个疼成做阮生命的根基，阮会当活出这个疼去疼你、疼人。主，感谢你，阮为着感谢你这个无限的疼、袂无义的疼，阮献上感谢。愿你感纳阮的所献，祝福你的圣会，透过这个所献的金钱，会当推动各种的圣工、救人的圣工，互得救人那家庭伫阮中间。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蔡肯395首。圣体悲愿感谢你，求你引传。
完美是山，求主赐福，很苦的人，赐伊快乐，心情永当行，远远不弃，远高明亮。就得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不治永远的约的花，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抵挡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